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餘生分享 Fleming， 今日同大家介紹咧就係個海之戀6座嘅極高層 D 室單位，實用面積咧771尺嚟嘅。咁咧呢個單位係一個3房度再連埋工人房嘅設計咧，而好少可工人房係有窗嘅。咁呢個單位咧業主亦都做咗唔同嘅家私咧訂製咗之後咧，其實木係嘅感覺咧氛圍非常之好嘅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可以望到個單位先。入到嚟單位咁闊嘅廳咧，一睇就知呢度咧大概係10尺闊，3米左右啦。咁喺一個客廳位置咧，業主已經係擺咗一個電視櫃啦。之前咧呢個位置相信應該就係擺梳化，咁有個射燈射翻落嚟啦，嗰個掛兩幅畫喺度咧，非常之適合嘅。而喺呢個飯廳位置近住牆咧，咁亦都做咗一個係上下格嘅一個飾物櫃啦，咁多啲地方可以收納到。之後咧燈嘅下面咧，就可以擺翻張圓台或者係長方形嘅6字板台咧，都係十分之適合嘅。轉角位置咧，業主都巧妙咁樣咧，係做咗一套3個嘅櫃啦。咁啊，首先喺呢個類似 O 字形咁樣嘅櫃咧，咁可以上下咁樣去擺翻嘢啦。之後咧呢度就有上下咁多個鞋櫃一組嘅，而亦都咧近門口位置咧，再有一個薄嘅鞋櫃，咁我可以分間翻咧小朋友同埋大人嘅一個鞋啦。門口入嚟嘅時候咧，亦都有唔同嘅路線咧，咁啊擺咗啲燈啊、木條去裝飾翻入口嗰個氛圍感。去到廚房位啦，廚房位咧雖然行嘅位置唔係太大，但係因為咧左右兩邊嘅擺佈啊，咁啊就可以多啲嘅一個空間去備餐。另一個角度再睇下，咁啊雪櫃就喺右手邊嗰度啦，上下格。咁啊微波爐喺上邊咧，亦都慳咗唔少位。工人房啦，咁咧好少可會有一個有窗嘅工人房啦。而家咁亦都業主非常好，做咗個櫃俾佢啦。咁下邊亦都係一個儲物嘅空間，而佢自己咧亦都可以閂門，有自己嘅私人地方。我哋首先睇第一間房，第一間房咧中間咁樣入嚟咧，非常好擺位，會見到咧入嚟就可以擺到一個小朋友嘅書台啦。咁啊上面有啲書架，大概係3尺至3尺半床咧，咁啊亦都係望晒全海嘅地方，非常之靚。日頭睇咧應該會更加出色個景觀。之後啦，咁啊衣櫃位咧亦都非常之闊，大概咧呢度都有4尺幾嘅一個闊度。咁啊上下格位啦，甚至乎如果小朋友咧喺呢邊擺一紮嘅書咧，咁啊都係非常之好擺嘅個空間。原裝嘅洗手間冇太大嘅變化，業主咧亦都係保持得非常好嘅狀態。就算細嘅一個洗手間對玻璃牙個窗咧，咁變咗其實好通爽成個洗手間，而個狀態咧個業主都係保持得非常好。會見到啲邊都仲係白色咯。咁好啦，呢間房咧就係後邊嘅第2間房啦。高層同埋低層個景咧就真係爭好遠，因為高層咧其實會可以望穿晒對面啲居屋啊、城市嘅工廈，咁望到晒成個大帽山景觀，非常之靚。咁亦都業主善用翻個少少嘅近窗台嘅位咧，咁啊做咗張書台。呢度咧都應該超過2米長啊！咁再加啲櫃咧，咁亦都係可以書櫃啊，或者係一啲 display 櫃，因為佢都裝埋啲燈喺度。後邊咧亦都有2個係接近到頂嘅大衣櫃啊！睇主人房啦，咁主人房咧業主就做咗應該係大概5尺床啦。之後咧，咁喺床尾嘅部分啦，因為呢間主人房係比較大少少，個床尾部分咧，亦都係可以擺咗一個好長嘅一個梳妝台啊，或者電腦台。而業主選擇咧就擺咗個大電視喺度。衣櫃位咧，咁我可以分翻2個部分，靠翻呢個牆嘅位咧，可以做一個薄嘅。咁而之後咧，喺另外靠門口嘅背脊位啦，唔會影響到個動線，咁亦都可以做到頂咧，做到一個好大嘅一個衣櫃位置。
咁啊，去到主人套房嗰度啦，主人套房咧亦都係一個磨砂嘅玻璃啦，比較安全。而之後咧，咁啊，其他都係一個原裝嘅配置。會見到咧，業主其實個狀態咧，即係都保持得非常良好嘅。咁下一個買家隨時基本上置少少家私啊，加張梳化可能都已經可以入住到啦，已經。